灣線新信號系統實施咗2日，大家覺得新信號系統有冇改善到荃灣線嘅服務呢？當新信號系統順利運行咗一段時間後，新列車亦會隨之而投入服務。今晚就幸運地見到 Q Train 喺行車時間內進行試車。多謝你睇到最後，我哋都好珍惜你哋嘅留言，歡迎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我哋係 Rail Tutor。